四大美人当中的西施，大家非常熟悉，你可以称得四大美人之首第一。那么为啥讲你第一呢？因为这个年份定值称粹周国年间，而且西施了唯一一个第一。啥个第一嘛？有人讲西施是中国历史上向第一个女间谍，抛弃了自家的故土，抛弃了心爱之人，为了自家的国家奉献了你美丽的青春。所以现在啊，我是你的时光倒转到2000多年门前的月国，那后西施也了让千几里的新郎人范蠡。是姑娘，真个是我热死亚想的费力，阿是真个假？睛眼睛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实在是我热死亚想的费力，恨不得奔过去拿那费力紧紧相拥。但哪位人个呀？亚经理起身，弄我个手泪里向一把，又费地夫一光。移光是西施的县名，西施本姓施，因为你屋里住了石路西村，搿张面孔生得实在漂亮，有情分明，所以大家才叫你西施。现在范蠡对西施一看，3年不见了，甚至是讲妩媚动人，可以讲一场倾国倾城。有人讲多吃之罪，一个人会得罪；那多看西施一眼了，还会得罪。姑娘一想可汗，不汗，这个3年来，非但天天辣辣想你呢，而且天天回来辣辣担心。听说你不了后国父老，大大姑苏去当奴隶，你叫我那哈不担心了。我与心是
C 先生绝顶聪明，善解人意。3年当中，的确我谁知不杀口，但是一个大丈夫吃点口怕啥？这个3年当中，我所受的屈辱，乃不是亲身经历，乃难体会得到。姑娘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！后月相赠，收拾去。8年为人终不许，封侯乃向世代谁？大周江山神八角，军人百困对面谁？保全国家富而出，因人值得委屈去。啥个叫隐忍？隐忍谁是对啊？3年前后一江山，一座越军大败，不然后王头头包围了让关键山，眼看谁要亡国。为是当时大夫文忠用宋军贿赂了后国，他在8批，说服后王夫差接受对抗，越国得以保全。到后来，越王开前夫作为人质，阿夫后国，我情愿一同前往。我要到越王同甘共苦，分忧家仇。泪得青山在，岂为家乡愁？相随君王同王后，国做马女，与妻风岁岁，此生下人之难受，身若土，身不易收，把那富贵保住，欧上山心嫩对。苦熬3年，归故土，叫人真不恨于，叫人真不恨于。听你回里讲，这个3年过的是非人的生活，虽是心里想非常难过，不过谢天谢地，现在总算脱些回转来着。可怜的神人身体十分伤感，那么这个让我讲点夸我的事体拨你听听。有位大夫，姑娘，你可曾记得3年之前，你我在此初次相遇吗？那不记得。3年门前谁是啷该打的？啥也期望我等你以后相逢。哎，
介绍回答3年门前的情景，范蠡只觉得惊人为之一震，心里想涌出一股弟弟的热泪。姑娘啊！此人此间难忘却，冰水相依起对。我是一朵芳容，君前世。你是英姿勃勃是风流，斗梦少女心相许，君子翩翩皆好酒，皆好酒。能与三生言，莫非是10岁？从此无离别，永世结柔美。生生死到不对。从今往后，你我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。那西施在看一片真人，范蠡只觉得心里想既感动也难过。他是我拿今朝来的目的，告诉那西施，只怕你要受不了。你单位就不够人互动于中，可是计划好。你现在，你将我硬讲法呢？范蠡长叹一声：“姑娘，想我范蠡与姑娘永结百年之好，乃是我梦寐以求之友也。但是而今国家正在危急盛放之际，我身为越国上大夫，欲蒙越王知遇之恩，复国报随责府旁的封汤道后，非死不知我。我身为越国上大夫，欲蒙越王知遇之恩，复国报随责府旁的封汤道后，非死不知我怎能以死我公啊！三用破碎金玉缺，刻骨难忘家国仇。我心上代是实，我要清水三军通必须，直到固守真的局。但是要当把后国，太好容易。后王夫差现在年轻一位用心勃勃，为相国伍子胥竭力辅助。那个当把后国，必须消磨那个对峙迷惑的一个心智，让你神秘的让醉色之中，再到了让温柔乡里。所以我的大夫文中定下了复国之计7条，第1条，谁是美人计军人？设下美人计，迷惑王腾殿居，方便谁出新美色，
亲人没吃水。你他罢了不成？乃至王阿福会想到，这个美人计的主角，谁是乃西施？姑娘啊，我思两句可心断，没内容才把恩情断，我只得请大师楼来当面就将你。深入容身大事，不把国人是不许。费力士都给他面孔涨红，一躬到底，为王姑娘神秀。西施听到给打，我是心体一个霹雳。傻卡，你也弄富国百人的计划寄托了我西施身上，微分想的，自家的一片痴情，并非我的那份里一片深情，还就是三门黑市，把你带了谁是哥哥？我心目当中的丈夫，我心目中的英雄，今日为此国家的大人，愿意献出自家的最爱。对，你是越国的上大夫，你是顶天立地的奇女子，但是你也晓得，我西施只不过是个女儿家。这份深爱的心结，你将我拿搁得得上手去，没泪给上来泪盈眉。仅仅是因为那费力的父亲，因为西施晓得我离开那费力，将再也没一个人能够走起我西施的口心啊！想西施啊西施，你好不神奇的娘里去我是你个大人。为啥？因为我爱费力，我应该为你做出牺牲。我爱费力，我愿意为你做出牺牲。不过对你妈妈，此去后滚，不晓得后年后月再能见到你费力。想到该打。西施的眼里，
是一女我妻向后看，素身对。可惜是眼里后来不住声来再次几步，晓得了答应着。但是这个辰光，范蠡的心里真是心事道绝。姑娘，我与你临死一定在心头，待等到烧饼后国功成时，不伤心为下，天呀，苍天呐！想我为你，为了复国保罪，神随大人，怎得将我心爱之人却陷于我啊！待等大功告成之时，我定如千刀的念及他为仇共同，我为你今生失却谁事，终身不娶，放天地命那见。姑娘，待等你我重逢之时，再与一光一白头。是个整个一日个一日，恐怕我的那个头发已经8个字。后日再叙叙，后世再叙叙。今朝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再会。金龟生失踪，金豆娘娘吃了粉丝手里德惠上东，一努力送到衙门里向，立壁上下，我节考试。那么粉丝接上，王定大帝出这个弟子，是那赶快赶到省堂为请张老大人探亲，所以粉丝去一什么，老夫妻马上点头。商量下来，一弄南三家一批出来。那么刚才一个阿对节称的志刚来迟，是那赶快赶到南岸，
随便来哪讲，只要拿大三家批出来。这是个我的罗刹邻居修得难案，现在搭进房厅门。哎，大三家上头，小我的称的，几只大三家可得请安扎。不。哟，金豆娘娘看见娘家的人来么开心啊！关在起来，松松玉扇，盯盯眼睛，爷娘的身体不知呐喊。啊，称的，哎，大三家，来大人身子口喊，是懒动人啊！哦哟，懒动人的身体是叫越来越清洁在。哦，那么懒太太你，那么要说句话子，是懒太太。哎呀，懒太太的身体不哈，肚肚叫不哈呀！哈，哎，懒太太她怎样了？哎呀，大三姐啊，来接么反接，爱么不爱，不过讲么有点讲个在。哎呦，搿句说啥个闲话讲？要记着怎样？那个你知道，但是懒太太嘴巴实在，一去厨房间里扇动蓝帽子，推个薄饼。哦哟，搿个薄饼还吃惯。是呀，那么这两天也是时鲜菜、生菜、肉丝。哎呀，西瓜。我的个上拌一拌嘛，懒太太多吃半张。那还讲？加上吃子下去呀，哎，茯苓子呀，这个后人是本节呀。哎呦呦，娘啊，那个是吃我个哇！空人立刻请一点是。是呀，本来要请郎中的，那么回水来呢，在半夜里向，个后日的太行在。哦，这是好哩。那么早浪向起来呢，分吃啥个么子？哦，但是河梅嘴呀，豆皮我在。一吃这个上半碗里心粥。加上一吃下去呀，一茯苓子呀。那家？这个后日也是本节呀。哦哟，娘啊，你要少吃点个啊！此一位么定然也请衣服药了。是呀，懒动人家快点请郎中，但是懒太太随弄懒动人抓一把抓来。是懒相公啊，懒相公。哎呀，我这个毛病啦，郎中先生看不下该。我啦想难想出来的呀。哎，大小姐啊，所以懒太太是那奇迹呢呀。金豆娘娘是眼里下来子，难听呢。娘为子看不见我，牵见我了生病子，手自家搞得一副油，睡了手嘴，上去发转么，刮来刮去自家个男人不长气，出去子一脚发转么，难叫我哪追得开呢？今朝随便那也做着，再不转去，那么真个也身带不祥啊！春的。说为父改禀赖大人，那哈，谁是侬立刻归人？叫口内弟弟事体成功，为州省党委甘肃赖太太，个赖太太一开心嘛，上问题上题，关在里去比一比，那么改面的南岸那哈呢？大娘娘随大收紧，一见戒指离开南岸，上镇省党委赶过来。大次的家庭定见出见嘛，收紧我的眼睛在眼上。哎，大小姐啊，可仔细呀！娘娘搭在房厅，眼睛对娘张面孔一看，耶，就是望上去气势来得个嗨，一点点不平庸。搿么那称得是的后日么本节。哦，东在。本是爷娘几次请我走，我才分走。那么今朝里多说句话骗我，哦哟，娘娘心里窝塞啊！趁子新郎们忙着外头一走一头。不过再一想，来呀来在，门上安住了在嘴巴，恭恭敬敬搭上来么？哟，女儿拜见弟弟母亲。女儿罢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快受了。多谢母亲。来，太太晓得，今朝为粉丝太人，水水一点，也叫男开心。所以关在府里向，搿点男男女女来来晒晒、胖胖水水，搿种地下的人全部也过来磕头请安，地下的人上来嘛，搿个激动三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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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哟，哦哟，娘娘开心啊！啥子么？花
欢喜做女童啦个，面子也比别人家大，那么的开心个。起来，三请与上。小东西叫，小东西叫，小东西叫，小东西叫。娘娘放气仗的，半边上风来在斗争下，随时的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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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个火气是搿种低油的哪吒谁拉写呀？随时，不晓得你都没跟上写。书房间里向个山东蓝帽子得胜啥么子？大仙子要走啊！哦哟，上帝谁人了？我今朝过去磕个头，请个安，两步啊讲个。沙袋里面大娘娘最欢喜吃我推个薄饼，所以要去骂到给你房厅上面。大小姐耶，俺山东老妈子见大小姐叩头嘞，不哟，一看么山东蓝帽子，我也得想着子哇。刚正称的是我娘就是吃子难推个薄饼了三饼个，理都没说句话。今朝我打的真，我来看你娘的哈。蓝帽子，大小姐耶，恭来岁。到底两样为精神点，叫我过去，搿么没哈吹上来的大小姐耶。娘娘看见搿只水，得得跟么面孔一白，哎，你这蓝先生，好拉起来，噌！哎呦，哦哟了，为之翻草，噌！哎呦，俺的娘啊！唱山东里就当唱进去呀。蓝太太一看嘛，马上关着送12银子拨了山东蓝帽子，做啥1斤耳光5两。张国勋一看，哎呀！侬现在要看蓝帽子耳光，看不你看，你哪里骗出来？你心里想我说，搿场为啥得分析太人啊？搿场谁吃子吧？那么80一只，搿代地下的人一座丰盛家业摆在此地房厅了。做你的今朝那年，也12、3的，也听闲话，让你也恶心恶心。女孩，弟弟，贵生可有消息呀？不晓得来了。娘娘们虽为之男人不足了，心境不灵。但要妈妈搿日子当你夫妻形象嘛，你要下了半边位，你唯一求的哈哈叫都是阿听的了，不听的呀。那么我说之一声，再难这个下去，也比衣冠罢来。搿么闲话出口，我还晓得从啥点。夫妻呀，搿么等退休当个战火没还在，不晓得等待你摇一嘴，这里说到我不断上是不义也不义。从今往后么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，我再也当你旁对么是非三尽梦中，冒着我的一切都在今朝分走。你会问得落个来，弟弟，不敌贵生待一罢了，第七贵生还不领生去哪哟？
看如错。但是这一想分门得一发来，那农三家为主来，那分门门女婿啊，不关心关心，这门啊不哈，分门还不哈，搿啥？后生爹吧？是啊，贵生他非米黄的。什个肥米家？是黄的。荒唐，荒唐，荒唐！搿场为哈得粉丝太人啊，是啊，拍不进多了海。搿场谁吃子吧？那么搿代一座风筝家一把孩子过去了，杀嘴。搿屋里过来，搭烂大人杀母，搭烂太太杀母，搭那大三家一人杀母。张国勋做你对今朝个闲话哪讲法子？啥子也挣扎挣扎。这女贵人出门前那国勋定居长十两啥？你开心个，让你呕心爱物。对，女孩儿啊，弟弟，你身聪颖，心如良，贵门勋家可不妨。小女进门前，赢得亲临，喜在阳的娘，礼上一针光。哎，娘娘听见要辣辣这样自家们蛮开心。哟，弟弟，是的嗨。那么那闲话还说上去着。女孩儿，你们谁的双手一为女，侬啊，你样样谁哈不够嘛？不够啊，我有法令哇，怎样？有呀是做事心太刚。随着宇宙辰光，搿个脾气稍微大上一点点啊？不大，不大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一点点么种大概危害嘞。那么那像搿种底下的人做错事体呢？那有辰光两位稍微大点。我们两位是算得大在。是啊，别样翻起实力，那谁是个分析呢？啊？贵生失踪，错改。是错怪。你应当努力加法看，我是看的。但是侬啊，你辣看的辰光，你还要想一想，真正努力看啥子，贵生啥人去噻？唯一力气人的呀，是搿位女孩想分手之时嘛，为让你女儿开在为母的份上，可用几天？娘娘听得该当么事体在清爽，今朝拿我骗出来，搭分析太行。我不看分析，你要哪晓得？非晓得哇！这个三奴才该搭来过子，来爬上死关，我又得气了你，身体一蹬，哼！分手这三奴才，追得还门路哟！好，你侬现在嘴里想讲这种闲话出来，追门路三个开后门，怎么过把有谁会？怎么过把有听见搿句话顶顶上去？娘娘得才只要自家得气杀，葛么离个脾气，有志气半夜出脱。
哪弄法呢？看见台子浪向个嘴烧满了海，吃嘴浪出去，对，搿只水嘴背浪向搭来么捞起来，一饮而尽。我的在看哈，蓝太太关在大三角走来也让其开心，嘴吃得快点烧，嘴又拿起嘛，大三角用嘴，烧满么再吃完，哎呦，人不搿只快了里哇，大三角用嘴，哎呦，搭结棍了里哇，边浪向蓝太太一看，哦哟，龙三角这已经嘴凉吓得不得了，小辈子不来，跟那你我大辈子，我的大辈子底下嘴要拿起来嘛，大三角用嘴呀，哟，对娘妈妈呢哈，我大辈子啊，也是像龙江哦，龙福江的。今朝非要说大辈子，今朝乃算是高冷洞领出来么？我这样吃，哎呀试试看。但海里搿只水大杯子浪向搭来么捞起来，一时头呀！哎呀，人不在快点上，大三角用嘴，偏上吃，吃子总不觉得死脱了海了哇！哎呦，我看他来不及过，看来不及过，大三角用嘴，娘娘吃么辣辣吃，搿么最凉呀！有句话吃句话，半斤八个量，大杯子1杯就要半斤，3杯1斤半，再加上前头个3杯子，不来着。叫啥子觉着眼睛闷热个么子，辣辣转，辣辣对，非要吃洋香哦，快点嘴巴。素锦，叔叔弟弟，哥哥。回去吧。苏锦对回过来对着蓝太太妈妈拿弄法子，蓝太一看，哎呀女儿啊，母亲，今宵晚上不要回去了。家中发生呀，时光不再已3斤了。莫说3斤，虽是4斤，我也要回去。蓝太伤心啊，样子个囡高带着夫高，娘高一摇天翻，得么真个难过。哎呀，女儿啊，母亲，为娘舍不得女儿啊。啥么子啊？还是说不得我啊，母亲。既然你们舍不得女孩，是啊，说起来再拿我搞出去了。昨日呢，只有15岁了呀。你才不把我等老屋里向过，神经个里向别来好子拿我搞得警告。我讲搿种人讲，爷娘们来再5百，男人们一日都要外头白相。世界大高人讲，我一竿子辣辣汤呀，唯一不舍得了。既然都拿我搞得警告，我谁是警告的人哉？母亲，女儿，谁见女孩？这个进来，顾不得张爹回去的。蓝太眼里拉下来，张国兴一看，累是累不是在，别样说分手个事体还不杀落了呀。女孩，弟弟，想着分手嘛，为让你女儿开在为父的份上，苦用几天。哈！对真要忙忙，我哄得世界内为了太平啊！也是我亲生农夫这个奴才呀！搿么要啊，今朝非要怪我农夫不拿面子，弟弟。本着女孩，明日亲身将分手送至衙门。如今开在弟弟的份上，今宵晚上将分手立刻送过上边。张国勋他人家不外出走手，一然不结果，贵人结束，请听何答。